人间杂志伫咧1985年创刊，1989年停刊，短短4年陪伴台湾对戒严行对戒严的过程。这北书美术馆特别找到迄当时的摄影记者，甲伊所翕到相片展出来，互观众看，看讲这80年代台湾人的生活。 这个关晓莹先生今年76岁，较早是《人间》杂志的摄影记者，当时伊的作品呈现岛族人辛苦的生活，专门替因发声。因为迄阵1982年时，政府将在地人物设置迄废料准坑场。虽然《人间》杂志不是一个大众传播，是一个小的杂志，但是呢。 这议题，比如讲原住民啦、和农民啦、或工人啦，规个社会伫变动的时阵，很突出的一个状态。这个摄影展览主要是为着要回顾陈映真所办的《人间》杂志。特点人讲，《人间》杂志伫咧1985年创刊，1989年停刊，伫咧4年内，拢总有196位的摄影记者翕5000挂张的相片，这挂相片也记录台湾对戒严时期到戒严时期的过程。《人间》杂志是由文字跟影像2个部分所组合起来，在文字的部分有那么多的学者，有那么多的论文去研究了。 可是为什么在影像里面却没有？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借由这个展览，把这些摄影师从杂志里面拉出来。特点人这届也特别找到当时12位的摄影记者，把因的作品整理出来，而且透过访问来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。这个展览对12月20开始会伫咧北书美术馆展出，望大家会当伫咧充满 AI 虚拟的社会，重新看见摄影记录落来真实的内容。记者陈阿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